站在这片土地上的他说：“今生今世，从哪一天算起呀？从今天。”担任阿里地委书记期间的孔繁森，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，跑遍了8万多公里的土地，用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，诠释了一种精神和经历，叫做援藏。如果旅行只关注眼前的风景，不曾探寻美景背后的故事，就会少了一些直达心灵深处的感受。这条一错再错的道路，见证了70年来西藏的跨越式发展。孔繁森纪念馆、进藏先贤连纪念馆，如同一个伫立在高原上的战斗堡垒，用钢铁般的意志，有力促进了西藏和平解放，至今仍砥砺着后来者。万岁山上，用一个个小石头垒成的毛主席万岁，至今仍是阿里最让人震撼的风景。这是一条游览了20个景点的路线，风光无限的道路，却有着不平静的过去。如今的高原，种下农作物的种子，也种下了红色精神的种子，无声的生根发芽，在英雄们离去后，依然守护着，让每个路过的旅人，在踏足这片土地时，分享这份穿越时空而来的岁月恩赐。时间无法冲淡这些红色记忆，走进一生必去的西藏。在欣赏壮阔风光的同时，聆听甘于奉献的老一辈革命人讲述的红色故事吧。抖音